喺沉香攀山涉水救母嘅路上，三聖母嘅侍女靈芝突然現身喺面前。好孩子沉香，小小年紀就識得念親情，只要好好學藝，假以時日，你一定救到你娘親出嚟噶。多謝靈芝姑姑賜教。經過靈芝嘅指點，沉香鍛煉武藝，鑄造神斧，已經有能力對抗二郎神。佢隨即向二郎神發起挑戰。神斧同埋三尖兩刃刀一時之間難分高低。混戰之間，沉香成功奪過咗寶蓮燈，霎時散發萬丈光芒，成功擊退咗二郎神。沉香一路騰雲駕霧趕赴華山，高舉神斧，使出咗全身嘅力量向華山撲去。頓時山崩地裂，母子連心，三聖母終於從華山解救咗出嚟，兩母子相擁在一起。娘親，我好掛住你啊！沉香，我嘅好孩兒。傳統嘅民間故事一般都係反映緊該時代人們所向往嘅價值。寶蓮燈中，沉香立志突破枷鎖，追求自由，終於同母親團聚。講到呢度，我返去陪屋企人先啦，要珍惜眼前人啊嘛。喺成長嘅路上，我哋都要有住勇氣同埋擔當，咁先可以創出理想嘅一片天啊！